大家好，歡迎嚟到陳公子藝廊遊園 Art Promenade，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導覽開波前 CLS 行先，like subscribe 記得撳埋個鐘仔啊！每次我一望到歐洲嗰啲金碧輝煌、華麗到爆燈嘅教堂啊、宮殿啊，我個腦海就即刻彈出一個名，就係泰凡爾賽啦。凡爾賽即係咩？你梗係少上網頂啦。即係太豪華、太花俏、太戲劇性咯。呢三個形容詞最好就係用嚟形容我哋呢集嘅主角巴洛克文化嘅最佳注腳啦。今集我哋嚟到一個超級重量級嘅藝術殿堂——巴洛克文化。巴洛克呢個字其實係源自葡萄牙文嘅 Barocco， 你哋又知唔知佢係咩嘢意思呢？你開估，其實即係不規則嘅珍珠啊！我哋依家都將啲唔夠圓、咩咩斜斜地嘅珍珠咧，就做叫巴洛克珍珠啦。呢樣嘢已經點出佢嘅精髓啦，就係唔對稱咯。大家試諗下，喺佢之前嘅文藝復興時期，大家追求嘅係乜嘢？追求嘅就係拉斐爾嗰種平均、對稱、完美、正圓嘅美學。如果話文藝復興嘅美術係正圓啦，咁巴洛克就係橢圓啦，仲要係有少少唔規則添啊！咁所以當巴洛克呢股潮流啱啱開始嗰陣，呢個 Barocco 咧，其實係當時嘅人咧用嚟串人、單打人呢種風格嘅詞語，就好似喺度笑佢。呢個美術點解咁啊？咩車車噶，好似粒唔完嘅珍珠咁嘅，串人哋嘅呢班人咪就係文藝復興嘅餘孽咯。不過你又唔好以為巴洛克藝術同文藝復興差唔多時期喎，咪搞錯啊！好多人都會撈亂啊。巴洛克其實係大約喺文藝復興之後嘅200年左右先至開始盛行，由17世紀到18世紀初先開始成為流行文化，即係明末清初咁上下。總之，如果文藝復興係個注重儀態嘅完美主義者，咁巴洛克就係個 overacting 嘅誇張戲精。點解佢會變得咁誇張、咁戲劇化呢？因為佢背後有兩個超級有權勢嘅金主爸爸撐腰，點可能唔咁土豪金呢？第一位係絕對嘅專制君主，我哋要先了解下嗰個時代嘅政治氣氛先。讀過世史嘅朋友都應該有印象啦。法國有大名鼎鼎嘅路易14，佢帶住朕乃一國之主嘅氣勢，擁有絕對嘅權力。呢啲國王最中意晒命，點樣晒法？梗係極盡奢華啦。佢哋覺得浮誇奢華嘅美術就最適合展現佢哋嘅權力。仲有啲乜嘢比呢個方法更可以向全世界宣示我有錢，有錢真係大晒㗎呢？講到絕對主義嘅建築代表，大家最熟嘅就係之前提過嘅凡爾賽宮。太陽王路易14世就係用佢嚟象徵自己統治70幾年嘅絕對王政。佢嘅基本設計係個名叫勒布朗 Charles Lebrun 嘅人做。但佢嘅外牆同正面係特登請嚟意大利巴洛克美術建築雕刻界嘅猛人貝尼尼嚟打造嘅。一講到凡爾賽宮，好多人就會諗到凡爾賽玫瑰嘅故事，但其實係唔同時代噶。路易14世係太陽王，而凡爾賽玫瑰嘅故事其實係喺巴洛克之後嘅洛可可時期嘅。嗰陣時已經係路易15同埋路易16嘅時代。而巴洛克時期係路易14嘅時代，唔好搞錯啊！君王就要晒命晒權力啦。但另一個原因咧係有少少難明嘅，唔知大家對反宗教改革熟唔熟悉呢？以前成個西歐咧都係由羅馬教廷話晒事噶，但後嚟有新教派出現啦，係由路德同赫爾文創立嘅，呢個就係宗教改革。背景係因為當時天主教教會唔止係內部腐敗，仲因為工商業發達而開始變得不合時宜，結果搞到喺德國、荷蘭、瑞士等等工商業盛行嘅國家入邊，啲信徒都轉晒去支持新教，咁原本統治歐洲嘅天主教教會即刻冇咗大半江山，大鑊啦！當時嘅天主教即刻驚醒，覺得一定要做翻啲嘢。佢哋一方面杜絕腐敗，重整內部。另一方面，知道歐洲就嚟守唔住啦，就唯有另起爐灶，趁住大航海時代已經開始，去美洲大陸同埋亞洲嗰啲地方招攬信徒。呢個就係反宗教改革，好似我哋亞洲人熟悉嘅沙勿略，佢就係為咗反宗教改革而創辦耶穌會。重點嚟啦，
天主教教會喺世界各地傳教嘅同時，其實都仲想喺歐洲力挽狂瀾嘅。面對新教徒批評天主教華麗奢侈嘅宗教美術，天主教教會索性反其道而行。你批評我華而不實咩？我索性更加強調我哋一直以嚟華麗嘅宗教美術嚟同佢哋對抗，極力推廣比以前更淺顯、更戲劇化嘅宗教美術。呢個簡直可以話就係砍掉重練嘅概念啊！於是想利用淺顯戲劇化同充滿張力嘅宗教美術嚟挽回信徒嘅天主教教會，就成為咗巴洛克藝術嘅另一位金主爸爸啦。加埋為咗彰顯權力嘅絕對專制君主路易14，佢哋就成為咗巴洛克美術發展嘅兩大推手。本公子同大家由翻嚟講建築，呢種太花俏嘅風格究竟係點樣嘅？可以睇下奧地利嘅梅克爾修道院個內部，好華麗咯。佢嗰種金碧輝煌嘅感覺就係巴洛克。你會發現呢個空間唔係正圓，而係有少少歪歪地嘅橢圓。係咪特登㗎？梗係啦，仲使講咩？喺巴洛克時期，橢圓比正圓好，就係主流美學意識。點解呢？因為橢圓睇落去大啲。當你企喺入口個位望過去，視覺上會更寬廣，營造出更宏大嘅氣勢。仲有羅馬嘅聖彼得大教堂，佢嘅圓形屋頂同埋一啲基本設計，雖然係由文藝復興嘅米開朗基羅等巨匠嘅傑作，但佢正面嘅外牆仲有前面個廣場，通通都係貝尼尼搞出嚟噶。咁所以你從圓頂望落去，嗰個廣場係咪都係橢圓形嘅呢？仲有啊，上邊密密麻麻嘅凸起物，全部都係雕像嚟噶。冇錯，都係貝尼尼，貝尼尼，貝尼尼，依條友簡直就係媲美米開朗基羅嘅超人，係咁雕，係咁黑，又係一個變態工作狂啊！貝尼尼嘅作品多到數唔晒，但我陳公子最想帶大家睇嘅係呢一件聖泰瑞莎的幻覺噶。呢件作品靚唔靚？好靚啊！但係咧，佢成日俾人介紹係宗教色情嘅代表作。陳公子以前去羅馬聖利聖母教堂睇呢件雕像嗰陣，撞到一位美國朋友，佢一望到雕像就話唔敢相信意大利人竟然夠膽將呢種作品擺喺教堂入邊。點解？因為佢覺得太鹹濕咯。呢個就係新教倫理觀同天主教觀感嘅分別啦。美國人受新教倫理觀影響，會覺得呢個作品好唔檢點，好鹹濕。但保持天主教觀感嘅意大利人睇翻轉頭，反而覺得咁先至係好嘢嘛。秀色可餐嘅聖女先至值得敬仰，虔誠嘅信仰同靚係唔會抵觸嘅。呢樣嘢亦都影響到後世嘅西洋藝術，裸女即神聖。只係貝尼尼就係將唔抵觸信仰嘅色情發揮到淋漓盡致嘅高手。你哋睇唔出呢一件作品有幾色情？其實呢個故事本身就好鹹濕。佢係取材自西班牙一位叫聖泰瑞莎嘅修女嘅夢境。修女夢見天使將火熱嘅箭射穿自己嘅身體，然之後佢就感到一種講唔出嘅恍惚。後來咧，大家都覺得其實佢係瞓緊覺嗰陣俾人性侵，而貝尼尼呢個老司機直接將呢個傳聞具象化咗。聖泰瑞莎嘅神情完全就係一個高潮樣，唔係單單參觀者咁覺得噶，連法國哲學家巴代伊都用呢座雕像做佢本著作《色情論》做封面啊。貝尼尼將呢件雕像擺喺牆壁嘅橢圓形凹洞入邊，又隱藏喺上方嘅窗口，等陽光射落啲黃銅管道，光線就好似真嘅光芒一樣。最戲劇化嘅咧係兩邊嘅牆壁仲刻咗將呢座雕像獻俾教堂嗰個貴族一家人，就好似由觀眾席度欣賞舞台上嘅聖女高潮真人 show 咁。你睇下，完全係劇場式嘅表現。呢種戲劇化表現就係巴洛克美術最大嘅特徵。而呢種戲劇性反映到巴洛克繪畫度咧，就係對光嘅極致運用啦。呢個時代特別中意用嘅戲劇性手法就係光，利用光同影嘅對比嚟展現戲劇性。呢個係巴洛克美術最大嘅特徵，尤其係代表人物卡拉瓦喬同林布蘭，簡直就係玩弄光影嘅大師。卡拉瓦喬 Caravaggio 畫風灰暗，脾氣又火爆到癲；林布蘭 Rembrandt 畫風濃郁，內容又濃郁。仲有富豪魯本斯 Rubens 都係巴洛克藝術嘅代表。佢哋火爆、放縱、誇張，各自用自己嘅方法喺畫布上留低咗最豪華、最戲劇性嘅光影呈現。
好啦，就係節目嚟到尾聲，啱口味嘅就記得 like 同埋訂閱，留言話我知下一站想去邊。你又中意正圓形定係橢圓形呢？我係陳公子，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夜未央，下集再遊園。